斯兰教斋月期间，东突厥斯坦再有维吾尔人被捕。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在过去一周，和田地区有137名维吾尔人被捕。当前是全世界伊斯兰教的斋月，穆斯林已进入为期1个月的封斋期。在和田地区，当局为阻止穆斯林封斋，并抓捕了所谓对维稳政策有抵触情绪的维吾尔族共137人，其中30人因为封斋，遭当局指控涉嫌参与非法宗教活动。目前关押在和田地区公安局，其余的人被关入在教育集中营。东突厥斯坦志愿者聚集在德国杜伊斯堡的东突厥斯坦信息中心。东突厥斯坦信息中心一方面组织了约200名青年参加志愿者活动，另一方面举办了东突厥斯坦会议。在会议上，来自荷兰的记者埃赫买蒂乌布里和东突厥斯坦信息中心主席卡拉卡什介绍了东突厥斯坦问题以及该地区的最新情况。掌控封锁下加沙地带地区控制权的哈马斯否认与以色列达成为期6个月的停火协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曾报道说，在联合国和埃及的斡旋下，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了为期6个月的停火协议。作为临时停火的一部分，哈马斯将在加沙地带边界示威期间将巴勒斯坦人与边境保持300米的距离。伊朗星期一说，它的浓缩铀能力已经翻了4番。伊朗和美国之间唇枪舌剑的交锋日益激烈。伊朗当局此前宣布，为应对美国制裁，伊朗将退出伊核协议的部分条款，包括伊朗必须将超量的铀出售给其他国家的条款。塔吉克斯坦瓦赫达特市一座监狱日发生暴乱，造成至少32人死亡。在距离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商别20公里处的瓦赫达特市的一座监狱，被监禁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成员持械劫持狱警并试图越狱，引发暴乱。狱警随即采取措施制服囚犯。骚乱者发起者先是杀害了3名监狱工作人员，杀害了5名人质。在骚乱者拒绝恢复秩序和释放人质后，强力部门采取了武力手段。在镇压骚乱过程中，共击毙了24名制造骚乱的恐怖分子和普通犯人。美国一艘导弹驱逐舰驶入南中国海斯卡伯勒前滩12海里之内。中国对美国海军普瑞博尔号导弹驱逐舰在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海域附近航行作出回应，并呼吁华盛顿政府停止此类挑衅性举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卢康在首都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此类挑衅性举动，以避免损害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以及地区和平与稳定。